太子殿下，陛下说过，让您务必亲手杀了皇族叛臣，昭告天下，以示警戒呀！你还是来了。今日一战，不论输赢，你我之间只决生死。有件事，你得先答应我。这场乱局，全因我一人而起，天大的罪过，都由我一人来承担，与其他人无关，更与我身后的这些弟兄们无关。给他们一条生路，给他们该有的前程。我答应你。好，来吧。慢，他们在哪？谁？你在意的人，也是我在意的人。我从未，也绝不会伤害他们。皇叔的剑法曾经也是穹苍翘楚，只是一直没机会和你切磋。今日就让无极开开眼。扶摇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，扶摇，给我，给我！皇后，您听我说，我已经饱受相爱之人不能相守的痛苦，我绝不能再让我儿子受这样的折磨。皇后，您听我说，梧州的女子千千万万，但无极的母亲只有您一个。不，你听我的话，你给我，你想办法赶紧去找无极，让他来救我，让他知道这里所有的真相。皇后，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只有一个能离开的话，那也应该是您。我自幼修行功法，这些日子以来也吃了不少毒药，现在没有毒死我，反而还让我功力长进了。您放心，这里的毒不能拿我怎么样的。您要是现在出去的话，还有机会带着无极回来救我。不要啊，扶摇！不，扶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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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摇，你没事吧？扶摇，没事。我带你一起走。不可能，他是不会让我们两个一起走的。您快去找无极来救我。你要忍住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。快离开！你快走！
您看到了吧？我知道您看得到。你要杀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我知道，你要杀死的是无极的善心。我只是一个局外人，不小心搅了你们的局。现在我要死了，我希望您能放过无极，让他保留最后一点点善心，因为您是他最敬重的人，陛下命我们候在这里，送您去您要去的地方。我要去的地方。果然，什么都让你预料到了。长孙九，这辈子无论我们如何挣扎，都逃不了你这盘死局。如果真的无力回天，那我也认输了。既然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，那就走吧。陛下，元皇后的车辇已经往江北方向去了。另外一个呢？应该是活不了了。我这么做是不是过于狠了？陛下是五州的陛下，一切恩赏责罚都是为了五州，这狠心嘛，也是为了五州。我也曾有幸到穹苍学艺，可我没想到，咱俩的剑法竟然如此相似。只是我毕竟老了些。穹苍教人剑法，也教人心法。咱们皇叔只记得手上的招式，偏偏就忘了君臣之道、兄弟之礼呢。兄弟之礼。
陛下，段大人传信来，说是叛军降了，德王已被太子生擒了。太子动手了。太子说，德王毕竟是天权皇族，如何发落，还请陛下定夺。传旨，就地斩决。是。快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歇会儿吧。韩连您不要管我，快去传旨，就地斩决。是。传800里加急。扶摇啊！周叔，哎，周叔，哎，我是死了吗？周叔，有周叔在，你不会死的。时候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周叔让你看见的。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，周叔慢慢跟你说啊。周叔，我这一路真的过得好艰辛，真的好累。是，
每次当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好想回到周叔身边，我好想回到雪山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可是我知道周叔不在了，我只能自己坚持。周叔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我真的好想你啊！孩子，听我跟你说啊，自从你离开玄元山以后，周叔一直在你身边看着你。你所有经历过的和将要经历的，没人比我看得更明白了。虽然你没有察觉，我呢也没有干涉你的选择，但是孩子，你受过的苦、受过的罪，周叔都看见了。你能走到今天，周叔其实挺高兴的。能再见到周叔，受多少苦都值得。您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不离开，不离开啊！周叔，我现在想要去救一个人，我要在他身边。你听我跟你说，听我跟你说，你现在都危在旦夕了。怎么还想着别人呢？啊！可是无极他，我知道。无极的父皇想置长孙家于死地，想让无极抱憾终生。你想出面阻拦这件事，对不对？周叔，您怎么？但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为何不能去，周叔？这是你跟无极注定要经历的一次磨难，你必须去面对。况且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啊！周叔，我一定要去救无极，他需要我。如果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控制不了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听话。周叔，我一定。扶摇。可是我不出手，你会死于长孙炯的毒药；我若出手，就必须求助于木灵之神，而你的命运就再也无法逃避了。太渊玉灵台，天煞天门虚，玄机月灼渊。扶摇啊，你体内的五重封印已经解开了3道，在去往穹苍之前，这是属于天权的1道封印，现在也要被打开了。
原来你就是五色石的天选之人。原本你只是个普通的人，可平凡地度过此生，但命运却对你另有安排。千百年前，五洲混战，邪火地飞天虽被击败，但他并未就此消失。他的一丝残血凝结成了五色石，是五色石在引导你解开封印。一旦五重封印解开，地飞天将彻底苏醒。地飞天的残石一直在蠢蠢欲动，召唤着你，将你一步步变成祸乱五洲的妖女。是你的存在，给了地飞天卷土重来的机会。你解开五重封印之时，便是他苏醒之日。你就是祸乱五洲的罪魁祸首。只有你真正的死去，天下苍生才能再次躲过人间炼狱的浩劫。而这世上，只有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摧毁你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如今，你体内的邪火之力已经越来越强大，只有他才能真正的摧毁你，永生永世，灰飞烟灭，再也不会危害人间。他就是玄灵真夜的天选之人。这玄灵真夜是我的贴身宠，若你能把它从我身边取走，我就帮你解开封印。你什么时候偷走的？不管怎样，赢了就是你的。我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？为爱愁，为恨求，为情把魂魄都丢掉。等你来找我。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，你用什么？你终于来找我了。我的玄灵真夜呢？玄灵真夜，我说过，玄灵真夜能包含着世间一切的真相。我只想让你看见我的心。这里面有我很重要的东西，我的现在、过去
江兰都在这里，现在全部交给你。果然是你，原来我们之间注定是一场孽缘。这些，你准备好接受了吗？我这一生，何尝有过选择的权利？我的生死，关乎的不是我一个人。若是我的死能换来五洲的安定，那我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周叔，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我呀，是五洲十圣排名第2的圣灵，一生云游四。这是穹苍长青木匕首，1000年节目方成一柄。周叔没什么能送你的，这把匕首你就留着吧。玄灵真夜的天玄之人就在你身边，杀了他，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危及你的生命；不杀他，你将注定要继续走这条艰难的路。扶摇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选择就在你的手里，我不会干涉。扶摇，时候不早了。不，
刚才我已经把我毕生的修为都给了你，只为了10年养育，1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就此别过，永生不复相见。周氏，周叔。公子，宫里来人了。说吧，有什么吩咐？陛下说德王是罪无可恕，理应付诸军前，以儆效尤。还说要让您亲自动手，以示警戒之意。公子，不用再等了。江枫，属下在。去备点酒菜来。是。宣圣旨。诏曰：德王长孙家入朝佐政30余载，名为天权金龟国士，实则争名于朝，争利于世，用事擅权，屯兵自重，有而暗藏祸心，意图谋反，欲以兵变犯上，为己长孙氏社稷宗庙，逆贼反骨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祸乱朝纲，渡国殃民，罪大恶极，绝难姑息。自书传所载，乱臣贼子，无道之人，考其祸败，未有如其之甚者。太子监国，是为立信立威之计，着太子长孙无极，即刻亲斩逆贼于阵前，以儆效尤，以示后人。钦此。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罪大恶极。皇兄啊，你是如此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这几十年为了天权披肝沥胆，为了你，我挡了多少脏事乱事，最后竟落得个未有如其之甚者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这条命留给你，你还是要在我这具尸骨上撒下多少不堪，才能称你心意呀？谋逆之人不可妄言。
胆敢在此辱骂内廷君父！哼哼，怎么？大不了请段大人在那诏书上再加上几条罪行。我已经是遗臭万年了，还在乎你们内廷清流们的几句指责吗？哼！段大人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还请先退下。陛下让臣在此监斩，臣不敢有丝毫怠慢。那烦请段大人在一旁候着，看着便是。太子评判有功，亲斩乱臣，得了天下最好的名声，也得了最好的人心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你的麾下，日后也会是你的子民。我这颗人头，能换来太子威震军中，值了，值了。我输给长孙炯，绝对心有不甘，但是输给你，即便你说的都对，可终究于事无补。也许千秋万代以后，我的名字会位列天权监斩叛臣之首。但是，请太子殿下记住，我长孙家的一生光明磊落，我为的都是天下子民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行刑！住手！参见皇后。你怎么来了？袁皇后身份尊贵，此时却屈身前来为一个逆贼送行，传出去有失皇家颜面呐！殿下，请让皇后速速离开，如此这般，成何体统？父皇若是问起，我来担着。你这又何苦呢？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哪里值得你再枉费心思？